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37章。上主的气力充满我，伊的神带我去一个山谷，迄个山谷四界拢是骨头。伊带我行透规个山谷，我看见骨头遍满山谷，遐个骨头拢干枯枯。伊对我讲：“人子啊，这个骨头减会阁活起来。”我应讲：“至悬的上主，这只有你知。”伊阁对我讲：“你着对这个骨头传达我的信息，讲古达的骨头着听上主的话。至悬的上主对恁讲：我要分开入去恁内面，互恁活起来。我要互恁生根生肉，搁用皮甲恁包起来。我要分开入恁内面，互恁活起来。安尼恁就知我是上主。我就遵照上主的命令传达伊的信息。在讲的时，忽然我听见起起哭哭的声，骨头甲骨头连接起来。我注意看，骨头开始生根生肉，搁有皮甲因包起来，毋过无活开。上主对我讲：“人子啊，你着对风传达我的信息，讲：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，风啊，着对四面吹来，吹入去这个互人刣死的人内面，互因活起来。”我就遵照上主的命令传达伊的信息，气就进入骨头内面，因就活起来，徛底，因的数目亲像军队遐尼多。上主对我讲：“人子啊，这个骨头就是以色列人。因讲：阮的骨头干枯枯，无仰望，无前途。所以你着对我的子民以色列传达我的信息，讲：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，我的子民啊，我要拍开恁的坟墓，互恁对墓出来，带恁转去以色列地。我拍开恁的坟墓，带恁出来了后，恁就知我是上主。我要将我的气分入恁内面，互恁活起来。我要甲恁安置伫恁家己的土地。安尼恁就知我是上主。我讲出喙，一定实行。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对我讲：“人子啊，你去摕一块柴板来，伫顶面写犹大王国甲伊的人民；搁去摕另外一块柴板，伫顶面写以色列王国甲伊的人民。然后将即两块柴板连做伙，互因伫你的手中成做一块。你的同胞若问你，你敢无要甲阮讲这是甚物意思？你着甲因讲：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，我要甲代表以色列迄块柴板连伫代表犹大迄块，互两块伫我的手中成做一块。你着将你有写字迄两块柴板摕伫手里，互因看。然后你着甲因讲：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，我要将我的子民以色列对因受放逐的列国中带出来。我要对世界逐角落甲因组织起来，带因倒来家己的土地。我要互因伫以色列的正山，即块土地成做一个国家，只有一个王统治，因无阁是两国，袂阁分裂做两国。
因袂过因为拜偶像甲通厌恶的物，以及其他的罪过，拍拉三家己。我要救因脱离悖逆的生活，甲因洗清气。安尼，因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因的上帝。我的仆人大必要做王统治因，因要归属一个牧者，因要服从我的命令，遵守我的规例。因要住伫我赐互我的仆人雅各迄块土地，就是因的祖先大家的迄块地。因甲因的子子孙孙要永远住伫遐。我的仆人大必要做王统治因，直到永远。我要甲因立平安的约，这约要成做永远的约。我要互因安居乐业，人口加添，搁设立我的圣殿伫因中间，直到永远。我要徛起伫因中间，我要做因的上帝，因要做我的子民。我要互我的圣殿永远踮伫因中间，列国就知是我上主甲以色列分别做圣。